本样收看客家名录学展，每日一项语新闻。客家备战会副主任备战范祖明12月17號出席客家親子帖頂怪，台南廠揀出記者會，邀請南台灣嘅觀眾第12月26到28號來台南本片區，向下曝光奇妙嘅頂怪之處安布，體會全新嘅客家通法頂怪，就合會會老志鳳茶劇團合作。描寫掛錯老頂怪時代創新、受苦環境嘅故事，傳達強省強中老付出精神，同時透過戲劇本觀眾定認識客家文化嘅細節，未做得學習講客話，演唱客語歌曲，掛歌，旋律輕快，特技好長，表演細節順暢，加淺沙天然車場。台南廠為啲表演前進行唱掛歌，從四頂怪不同，到搶所有親子啲歌聲中自然講客，用快樂嘅方式傳承語言老文化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報道，接下來教大家今晡日嘅每日一項語就係故事。阿爸從頭講故事本愛聽。阿爸從頭講故事本愛聽，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